歌手在录音室里被磨，司空见惯。你现在唱歌有点就是感觉用力太多，慢，这念歌，慢，念歌，慢，这个不一样哦。你看这个有感情在里面是不一样的。咬字、音准、细节，慢慢琢磨要求，磨出金曲奖得奖作品，也磨出制作人栾克勇在客家音乐的名号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神圣的，我会要求很严，所以每个小细节，当然我有一个，最好的地方是，我以前到现在就是我要求别人做什么，我一定先做到。大量接触客家山歌，栾克勇自己也创作演唱，取名板川客，因为他是个没有客家人血统却很喜欢客家音乐的音乐人。像 rap， 我会把这些东西融入在流行歌里面，那大家觉得很惊讶。还有就是说一些口白，那当然以传统客家歌不会做这些东西。所以板川客真的是因为也独一无二，所以今年的金曲奖，我看到你个人独得2座金曲奖啊，真的很不容易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哦，所以你自己拿到这2座讲座的时候，我想责任就更重了吧？对，也许今后的路可能要再推更多好的音乐，把它制造出来，让大家能够品尝。比起得奖的肯定，栾克勇更在意大众的共鸣。客家话不是他的母语，但已经练到可以听说读写，可以创作歌曲。他的真心喜欢，希望更多人分享。非客家籍的栾克勇形容自己是整个人都泡在客家音乐里，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全心融入的快乐与成就。恭喜，按字说，恭喜，按字说。